Hello，大家好，我係曾小妹。我係小靜。一年一度嘅體檢日又嚟啦，咁今次咧，我老公咧又係嚟到呢個深圳仁樹眼耳鼻喉啦。呢間醫院咧係我哋上年咧過嚟咧已經推介過啦。今日咧同時都係揾咗呢個盧教授啦，約咗佢嘅。咁我老公咧一直咧都係有呢個過敏性嘅鼻炎啦，嗰啲鼻涕咧係成條水柱咁樣出嚟㗎啦。咁然後咧一直咧都係用緊呢個藥物治療嘅保守治療啦。之前盧教授同佢講話係開唔到刀嘅，因為佢有呢個心臟早搏嘅問題啊。咁啊開刀咧要全麻咧風險比較大啲。最好咧就處理咗個心臟問題之後咧，再去處理呢一個鼻腔嘅手術。咁所以咧，我哋都係透過呢一個保守治療啦。結果咧，隔咗1年之後，我哋一直拖住咧冇去覆診啊。一隻肉同一隻藥咧已經有抗藥性啦。咁今次咧就過嚟咧做一個覆診啦，同埋檢查嘅。另外咧，我發現咧我老公嘅呢個扯鼻鼾問題咧越嚟越嚴重啊，超誇張啊！唔知係咪因為個鼻炎引起嘅啦？今次咧就特登咧專門針對呢個扯鼻鼾嘅問題，同大家介紹下深圳咧可以揾到啲咩產品咧幫自己咧解決呢個扯鼻鼾嘅問題啊！呢間醫院咧都係做到非常之完善嘅，亦都咧推薦咗非常之多嘅香港人過嚟啦。呢個仁樹嘅資質咧，大家就可以完全放心啦，唔係嗰啲三無嘅醫院啊，佢呢個係等同於三甲醫院嘅所有醫生啦、護士啦，同埋個規模咧都係非常之正規嘅，攞晒證書嘅，咁啊大家可以放心啦。即係我推介得嘅醫療機構咧，肯定係有做足功課咧先會拍片出嚟俾大家參考嘅。而喺大陸睇醫生嘅話咧，大家都會認證呢個三甲醫院啦、公立醫院係最好噶嘛。私人醫院咧通常咧就會比較有偏見少少嘅，但係唔緊要。仁樹入面嘅所有醫生咧，全部都係呢個三甲醫院出嚟做咗20幾年嘅科主任啊，有啲係大學嘅教授啦、博士啦，係非常之有權威啦，同埋有料到嘅。另外咧，我哋嘅盧教授咧都係非常之難約噶啦，但係咧同大家保證咧，唔似香港嗰啲咁樣要約1個月啦。喺呢度咧，仁樹咧1個星期左右咧就可以約到一個專家掛號噶啦，咁啊掛號價錢都會比較貴少少。但係如果大家有呢個眼耳鼻喉嘅問題嘅話咧，都可以咧透過曾小妹嘅粉絲優惠啦，過嚟試下佢嘅門診服務。似我老公咁樣鼻炎嘅話咧，佢而家就排緊隊啦，去等緊嗰個3合1嘅治療啦。佢係包咗咧鼻腔清洗啦、鼻竇霧化啦，同埋呢個微波乾療嘅。整個療程咧就係40分鐘到50分鐘啊，都幾耐下。但係咧就可以咧幫大家咧清理下鼻腔入面嘅一啲過敏源啦，譬如貓毛啊、譬如灰塵啊，或者你有啲咩你係過敏嘅咧，佢都可以咧幫你成個鼻腔同埋喉腔呢一個位置咧係做咗一個大清洗啊。咁啊翻去咧就會舒服好多噶啦。咁而家仲排緊隊啊，好多人，所以大家過嚟之前咧一定要預約啊。提提大家啦，呢個曾小妹嘅粉絲專屬優惠咧，除咗盧教授，其他醫生咧都係適用。盧教授係一定要收翻正價嘅，因為佢就實在太忙啦。上次咧賈主任咧仲幫咗我一個粉絲觀眾咧係做咗手術嘅，咁大家都可以安心啊。個粉絲都回饋翻俾我啦，就係話真係好多謝我介紹呢間嘢，因為喺香港咧唔知要花幾多錢，但係呢度2、3萬蚊就搞掂咗啊！佢係唔知鼻竇炎要切咗個鼻中隔偏曲，然後塞住咗個窿就呼吸唔到，所以就成個切咗咁樣嘅。咁啊香港做手術可能要10萬蚊啦，但係喺呢一度咧就係2、3萬蚊。如果大家有想手術嘅查詢嘅話咧，可以問翻園區啊。仲贈送咗呢一個咧，又係物理3合1嘅治療啦，同埋呢個呼吸機試帶嘅。它整個一個原理呢，通過一個機器施加一個壓力，把這個空氣以一定正常的一個參數給它壓到，通過鼻腔吹到氣管裡面，給我們呼吸增加一個壓力，能夠讓我們更容易的去呼吸到這個空氣。咁今日過嚟仁樹啦，咁就揾咗盧教授過嚟覆診。現在的鼻子的症狀還有哪些？冷熱交替，好像天氣預告一樣，就明天或者後天下雨或者颱風，那一晚上就擤鼻涕就往外流，打噴嚏，鼻子癢。鼻癢、打噴嚏、流鼻涕，噴藥效果不好啊？噴藥不好啊，只能吃藥就好。那睡覺打呼嚕嗎？可能會鼻塞。有張嘴巴呼吸嗎？對。那你現在是用了噴鼻涕藥，已經沒有效果了。有沒有說嗅覺的改變啊，或者是頭痛之類的？有，鼻塞的時候會頭痛，有一輕微的。請坐這兒，我做一下，我再做一下內鏡檢查啊。好。這一顆有沒有鼻塞啊？還好吧。很隨機的，有時候左邊，有時候右邊。對，因為鼻中有偏曲啊，加上鼻夾的腫大，所以影響到通氣。那目前存在的問題還是有這個，就是鼻夾腫大呀，原來就有鼻中有偏曲的情況，所以出現鼻塞，鼻腔裏邊也有一些輕的鼻涕啊。來，張嘴巴我看一看啊，咽腔是還好的。那麼就剛才提到了，就是這個過敏性鼻炎，原來那種品種不好，效果不理想了，你就換個品種，看看它的效果。咁我哋依家咧就揾咗第2個咧叫做賈主任啦，幫我老公咧睇下呢一個扯鼻鼾嘅問題啊。因為扯鼻鼾咧，會影響夫妻生活啊，亦都好影響呢個睡眠質量。看看張開嘴啊，
哦，这个舌头啊有点大，右侧扁桃体稍微大一点，哦，主要是舌头的问题。来，我给你解释一下啊，就叫打鼾，就是因为这个气道啊不通畅。气道不通畅以后，那个气流啊，通过一个狭窄的一个平面，这个软组织振动发生鼾声。所以我们要看的哪个气道堵了啊，这个鼻炎呢导致的鼻塞，我们要积极治疗鼻炎啊。如果这个呢舌炎层面的这个治疗呢，我们可以带个止鼾器，把这个舌头啊舌根往前拉一点，然后它后面的气道啊就宽了。啊，这就通气了。如果严重的话啊，说要有缺氧的话，我们就带呼吸机。带呼吸机以后呢，压力啊就把这个空气啊一直就压进来了啊，这个气道就不会堵了。如果要是想看看您这个严重程度吧，最好是做睡眠监测，非便携式的睡眠监测。睡觉除了带上，我们要查2个指标，一个是呼吸暂停的一个次数，还有一个缺氧的程度啊，从而最终诊断您这个打鼾是不是鼾症，还有鼾症的程度是轻度、中度还是重度。另外一个缺氧的程度，不同的一个诊断方式，我们有不同的一个治疗方法。贾医生，那个睡眠监测仪要带多久？可以把这个小机器啊拿回家，护士指导你怎么用，大概睡3个晚上，睡完3个晚上数据就会导出来，然后给我们寄过来也行，或者是你本人呢帶着這個報告過嚟，我會親自給你解讀。藥房呢度啦，開咗張單嘅，咁啊交錢啦，同埋咧攞翻佢嘅藥啦。咁今次咧就簡單啲咧，就係換咗隻藥啦，翻屋企試下嘅。因為咧同一隻藥咧係有可能會用到有抗藥性啦，咁所以換咗隻藥都有用。咁如果大家咧有買呢個大陸嘅醫保咧，係可以補翻嘅。呢邊嘅服務咧都非常之好嘅啫，姑娘咧會同你講話咧，加埋呢一個微信啦，後續咧仲會有呢個覆診嘅，幫大家咧 take care 你嘅身心健康。藥咧就係100零蚊嘅啫，檢查費啦、掛號費會貴啲嘅。如果大家咧揾阿盧教授咧，因為係專家咁，所以咧嗰個掛號費會貴。好啦，咁我哋今日條片咧就到呢度啊。如果大家咧有啲咩問題查詢翻嘅話，你都可以去翻啲 WhatsApp 咧問翻人樹佢哋嘅客服啊。依家啲人樹入面咧都有呢個專線嘅廣東話翻譯員啦，咁大家咧就唔驚睇醫生嘅時候咧雞同鴨講咁樣啦，就非常之方便啦。1年過後過嚟，我都係覺得呢一間醫院嘅服務態度係非常之好啦，好貼心啦。佢都係一直都會問下我哋點啊，最近用藥有冇效啊？其實真係唔係忙得滯咧，真係要過嚟覆診啊！我都唔知道原來過敏藥咧佢冇效嘅話，佢係可以換個藥，有唔同嘅藥可以治同一樣嘢。依家先知，同埋我而家先知道咧，原來其實內地同埋香港嘅呢個手術方案咧係有少少唔同嘅。香港咧就比較中意食藥去治療嘅，但係內地咧就中意開刀嘅，所以咧佢嗰個方案咧係跟美式嘅做法，所以咧遲啲咧都係去其他醫院再睇下我老公嘅呢一個心臟問題。咁我哋今日條片咧就到呢度啦，中意嘅話咧記得點讚關注分享，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無情的暴雨被落進的他，烏雲在頭頂會不停地下。